贤，作者李尚允。本以果难报，多劳魂费声。五经所欲断，一事撇无情。不还竟忧患，故园无依凭。还君做上景，我亦孤家清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